看上新一代的苹果手机 iPhone 15，三大电信业者今仔早起开始卖哦，因为有卖这优惠，网络新注文的数量嘛比去年 iPhone 14成长5成以上。有卖这民众是真期待哦，有人几啊工前就去现场排队。iPhone 的手机啊，虽然是愈起愈贵，也毋过哦，买起嘛袂啥受到影响。早起8点一个到 iPhone 15开始卖，抢头香买到新机的民众讲，又搁忝又搁欢喜，因为因透明排队已经排10天啊。排10天啊，就等待期待个10天嘛，那很开心是就拿到自己想要的，就这一个的机型这样。那中华电信的门市有真侪个未排队，镜头看远传电信甲大哥大也拢因为卖 iPhone 15用优惠的价数来抢人客。以中华电信来讲，前88排队的民众有3600块的买手机的优惠券。大哥大是以环游世界5大洲双人游，远传是旧机换新机，上济会当拍3.5万的折扣。统计各大电信业者伫即届预购量平均至少比去年成长5成以上，也带动5G 用户的成长。从线上得到的这个预购量，比这个相较去年来看，成长50%。在今年的8月，比去年8月呢，5G 的用户成长了35%。5G 的成长，就我自己个人是相当的满意，本来就一直很稳健的成长。那 iPhone 一定又会再带一波。抢攻苹果手机的市场，有电商平台推出超价月付额，予消费者换买。若是进前公平会对电信业提出历史上上悬的罚金7600万，中华电信董事长郭水义回应会采用行政救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